動都會有一定嘅危險，但我身邊嘅同伴會成為我最強嘅後盾。每次諗翻起同佢哋一齊衝鋒陷陣嘅經歷，我都會因為自己係呢支精鋭部隊嘅一份子而覺得好自豪。區域應變隊嘅主要工作其實分為4大範疇。第一，我哋會執行高保安風險押解，我哋需要帶一啲高保安風險嘅在場人士前往法庭應訊同埋覆診。第二，我哋會為院所前線嘅同事提供戰術訓練，希望提供翻前線同事嘅戰術意識同埋水平。第三，我哋會喺院所外執行高姿態嘅巡邏，希望提升翻院所外範圍嘅保安水平。第四，亦都係我哋區域應變隊嘅核心任務。當院所發生大型事故同埋集體違紀事件嘅時候，我哋都會馬上行動，盡快到達院所，希望平息事件，恢復院所嘅秩序。加入咗區域應變隊咁耐啦，我覺得最重要就係自己要夠冷靜，唔可以碎到視野。即係當我哋好危急要做一樣嘢嘅時候，如果我乜都聽唔到，咁我哋就變成自己一個打呢個仗咯。咁因為我哋側邊有好多唔同嘅隊友噶嘛，所以特別喺信任同互相溝通係最緊要。咁耐以嚟，我覺得最深刻嘅事係有一個媽媽，咁咧佢就有個小朋友嘅，但係佢需要移送去另一個院所。當時佢嘅情緒咧就好失控，攬住個小朋友，點都唔肯離開去另一個院所。因為小朋友始終都係一個 BB 啊，我哋冇得去強行去攞走嗰個 BB， 所以咧我哋就透過沙展啦，佢哋係有啲育兒嘅經驗啊，識得點樣去保護個小朋友，最後咧就可以好安全有效咁樣帶佢去離開到院所啦。見證住呢個學院嘅發展越嚟越專業咧，我覺得非常之感動。因為由我哋最初嚟到呢個訓練基地咧，當時係一個關押青少年在場人士嘅院所啦，要將一個院所改造成訓練學院，過程係好唔容易。咁啊，嗰陣其實有好多設施啊，都唔適合我哋做訓練。但係經過呢幾年嘅發展啦，我哋都用咗好多心機同埋時間去改變呢個場地啦。咁特別咧係工場嘅位置咧，我哋都改變成一啲訓練嘅設施啦，例如我哋嘅防禦及控制術嘅訓練室啦。亦都喺我身後呢個障礙訓練嘅場地咧，以前咧其實都係一個籃球場嚟嘅，係俾在場人士運動嘅地方嘅。但係經過幾年嘅發展啦，用我哋嘅時間同埋心機去改建咧，變成一個全港唯一一個齊晒咁多個障礙訓練比賽項目嘅一個地方。我覺得加入咗區域應變隊之後咧，更加覺得啦，懲教處呢個工作咧，唔係一個單打獨鬥嘅工作啦，大家都好似一家人咁樣樣，即係佢會好明白、好知道你嘅性格，大家都可以互補到大家嘅長短處，大家都會好照顧大家。對於訓練學院成立咧，我係有啲期望嘅。就係希望我哋可以做到一個專業嘅傳承，希望喺嗰個課程設計啊、教學目的上邊咧都做得更加精準，亦都希望每一個教學課程裏邊都做到非常系統化同埋規範化，唔會因為一啲個人嘅特色而影響成個課程嘅質素。國際學院咧，我希望可以聯繫到好多唔同國家嘅同業精英啦，我哋透過一啲教學或者經驗分享咧，可以學到對方嘅長處，亦都將呢啲長處咧可以同翻我哋區域應變隊嘅隊員分享啦，從而一齊進步，一同做好守護嘅使命。